花莲一群64岁花队伍，成立剧团用做起来攻击亚队的故事。屏东市一群对河坡类行业用足够炮，欢欢喜喜来个长夜班。新竹四个时生命的勇士。我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人去加入保护他们后永溪这一个协会。我在拍他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然后我觉得他反而更激励我，然后让我想要去更了解客家的文化。3年来，一出又一出没正月影像工作者翕出来的作品，不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唐鲁芒色糖果的台湾故事。影像就会力量，以394大记录，一个鼓励股民有力量提供故事的节目哦。